下这平安。咱的心有无定着无？咱的心有时会忧闷、忧心、艰苦，咱的心有时压杂。咱做伙来讲一句：主要牵我手，主要牵我手。请你甲你隔壁讲：主要牵你手，主要牵你手，主要牵咱的手，主要牵咱的手。这是心术，咱即马诈骗手段非常多，咱会互咱的心受到诱惑，咱要安怎？咱来靠信心，甲主讲：我能正是心，主求你帮助我的心是正的心，是平安的心，是安静的心。求主牵我的手，求主牵我的手，咱做用这手对显示出来，我的心真若无定。我最宝贝。耶稣看我最宝贝，你要牵我手，你要带我到路尾，你要牵我手。牵我的手，主要牵我手，主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叫我高行，你要牵我手。咱拍开咱的心门，咱来学咧，咱来领受主的祝福。既然信的人，信主的人，喜乐的心，伊的心就要充满着喜乐。既然靠转靠耶和华的，主的福气要进去水泉，要灌压伫伊的心。既然我靠耶和华的，伊的心充满平安，充满喜乐。既然我靠耶和华的，一切受阻拢袂害怕。请咱起立。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既然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水泉。既然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既然我靠耶和华，一切就都被他还。我靠。
充满。今仔我可也可看主的福气那水大，今仔我可也可看平安的心要充满。今仔我可也可看一切救赎要盼望。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他归心梦来的主，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求光了主相迎。今仔我可也可欢喜乐的心要充满。今仔我可也可看主的福气那水大，今仔我可也可看平安的心要充满。今仔我可也可看一切救赎要盼望。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他归心梦来的主，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一道秋风了主相迎。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他归心梦来的主，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一道秋风了主相迎。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他归心梦来的主，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三个来，双个，来双个，我欢喜来到主面前。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他归心梦来的主，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求光了主相迎，记得求光了主相迎，记得求光了主相迎。今日要扶有准备上帝，请坐，请坐。我们的神，咱以圣殿来娱乐来敬拜，咱的专心来敬拜，咱的心思意念定睛在十字架上。圣殿是充满荣耀，凡百姓都要来敬拜伊，都要来娱乐伊。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众上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珠，万口承认你是梦的神。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珠，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
边诉说，天父的荣耀，胸膛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三天充满荣耀，冠冕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冠冕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说话，命里就灵，你在听，叫大声音，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话，命里就灵，你在听，就大声音，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冠冕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冠冕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冠冕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尊重你，你是圣洁，你是尊重，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我伫圣殿，感觉充满着荣耀，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喜乐。我感谢你，我的心较无你，因为我每一天拢需要你，我需要你，我要活伫你的话语的当中。互阮的欲望需要无超过你，我感谢你，互阮的生命得到无共款的经历操练，有顺境
相信冇结景，但是我确信经历着上帝你的疼，是现在科技发达，无法度补足你好阮的疼，互阮的鼓励，互阮的安慰，互阮的心灵得到医治。主，你牵阮的手，你互阮的生命是精彩，是丰盛的，因为你将生命倒落来指示，互信靠你的人，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阮有永远的快乐。阮感谢你，阮学乐你，阮下暝的时间就天父上帝你来坚固，无论是讲道的，还是事情，每一个服侍当工伫你的面前，阮诚心来服侍你，诚心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主，阮的诗，阮要时时学乐耶和华，学乐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咱这是要来唱新圣诗38首，学乐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你对我。
请坐。咱做伙来做信仰的告别。愿你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不成，你的亲像天里，咱日时请用完，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误阮的人。昨日阮义士，就归阮脱离，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妹，下面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第52篇，恁着找做冒星甲参星迄位。以我按你背对三体，否定你背对我按你。叫海水来拼伫地上。耶前波是上主。以互经命的人忽然灭亡。互保内归来。恁怨恨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要公正的人。因为恁欺压善者人。手段一个牛。恁用雕琢的石头起厝，毋过袂踮伫迄内面。恁在在测无会我知恁的罪过有偌济。恁的罪恶有偌重。恁欺负义人受报路。所以通台的人伫即款的时势会静静无讲话。因为时势邪恶。要追求良善，毋通追求邪恶，才有活路。安尼照恁所讲，上主万贵的风水，要怨恨邪恶，意爱良善，审判的时主持公道。上主万贵的风水，上点者，现在对这国家所存的上主讲：我厌恶，搁看见恁的责记。嘛无欢喜恁的大智慧。虽然恁献烧化者，甲素者互我。我嘛会接纳。恁献为的真生做平安祭。我会接纳。恁唱歌的声着离开我。恁大声的调，我无爱听。总是着互公平，甲亲像大水直直流。互正义一直相这是要来邀请献歌队来献诗。献诗的名是诗篇23篇。
感谢主，咱拢无欠亏。下面我要来讲读今仔的圣经节弥迦书6章6至8节。我就近耶和华跪拜至悬的上帝，要用什么啊？要用烧祭也是年满的牛仔来招群伊啊？耶和华欢喜千千只的公羊吗？也是万万条溪的油吗？我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吗？为着我心内的罪恶，献我本身所生的吗？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的什么？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甲行。咱下面要邀请牧师来为咱证道。两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借着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来到伫咱大桥教会而且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大桥教会甲咱甲我的玉井教会咱是共小区感觉真奇怪咱遮较瓦市区是算第3小区，阮遐是算较山区嘛是第3小区。咱第3小区真宽。咱规个山这边拢算咱的那食过来到市区这边但是我想咱大桥这边是最近因为这个都市的发展所以咱遮愈来愈闹热早前应该毋是安尼我本身是台南人我的厝住伫开元路遐伫开元路以前美国学校边所以我的母会3一教会台南3一教会。所以我知影永康这边以前感觉对台南市到永康就感觉真远中也无拢无啥物厝，无啥物发展但是最近咱遮发展了真紧所以咱的教会设立伫遮，我相信上帝有真水的意思，爱咱为着上帝国的福音伫遮为主做水的见证，做水的工
今仔日是为着即个玉山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来到伫遮。当然我嘛知咱的教会目前就是咱的牧者咧移动的即个中间期待主的恩典来祝福伫咱的教会搁来为着咱备办好的牧者来带领咱继续带咱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亲像今仔日经在所讲，谦卑甲上帝三角同行我想这毋是讲是啥物人你着爱甲上帝三角同行，毋是咱的教会爱做伙谦卑甲上帝三角同行当我搁一届咧看即个经文，拄则咧读的时阵，互我的感受就是讲咱爱谦卑啦毋是上帝你爱谦卑来甲阮三角同行咱毋是叫上帝甲咱三角同行，是咱爱谦卑顺服伫上帝的心意，调整咱家己，通互咱甲上帝同行甲上帝同行毋是一件容易的道路检采是一个重大的道路，真歹行的道路总是有大气力、大权能的上帝伫咱的边仔啦，咱是对伊后壁咧行啦所以上帝伫头前，甲咱挡一切的困难，咱只有对伫上帝大权能的阴影下底，甲上帝三角同行。期待咱大桥教会过来伫上帝为着咱所备办的牧者当然我毋知啥物人这上帝自然有伊的心意，但是伫牧者还未来到咱中间的时阵，咱也犹原着爱好好备办心伫咱的长老、咱的同工的带领之下。咱来好好备办心，准备咱家己来甲新的牧者三角配合，甲上帝三角同行当然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但是我对伫即间新学院，我无要做伤侪的报告，因为咱一定知影，即间是咱长老教会三间新学院内底专门训练原住民传教者的新学院。也是资源上欠缺的新学院，因为伊是伫东部我前捌伫花莲一间教会牧会有5冬久我新学院真近所以知影即间学院的即个经营咱用经营的这种运作确实是真困难。一方面，因的新学院学生就是对原住民的教会来的青年。原本就伫经济资源就较欠缺特别是东部，因为若是伫西部的原住民教会，有的因的青年是送去台湾新学院、送去台南新学院这个资源较济毋仅是伫经济，或是讲各方面的资源拢较济。总是伫东部遮的原住民教会，大部分青年拢是送去玉山新学院东部资源原本就较少所以。特别将即间学校放伫咱的即个祈祷中毋望上帝带领感动咱继续支持即间新学院。伊到今年就已经80冬今年庆祝80年栽培侪原住民传教者来伫东部偏远的所在有诶。在东部的原住民教会，有诶比咱教会更较弱势。我咧讲的是人数的部分，有诶个位数10几个人，但是犹原继续持守信仰，所以因派新学生去实习，哪亲像去牧会共款，所有的工作拢爱做，但是社咧咱讲的实习金，拢比台湾新学院还是台南新学院更较少，都非常的少。甚至教会付袂出来，是新学院来支持是新学院支持即个实习金，通互教会继续咧牧养。所以咱就知影讲，即间学校伊所徛的迄个角色牧养的角色是偌尔重所以我最近得到的消息是讲玉山新学院因一个新的方案，因毋知去啥物所在去募款，佮继续咧募款一个基金，就是去读玉山新学院特校硕士班的学生毋免学费，就是要鼓励原住民青年佮较济去读新学院
我想毋免学费，相对的，就是因的经费爱负担搁较重。愿咱为着即件事，放伫咱的祈祷中。毋仅是栽培传教者，因搁伫原住民的中会设立侪的即个神学的迄个延伸教育咧训练因的中级，训练因的中级。咱知影，咱台湾的教会，包括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的传教者愈来愈少。咱幼园有即个问题所以要聘募也毋是遐尼简单毋是亲像以前讲传教者足济我通好拣无即马确实毋是遐尼容易。我伫总会做过传道干事，我做传道干事的时阵，迄神学院的毕业生比申请迄个传道师的毕业的比申请的搁较济，所以神学生派袂出去。但是即5冬倒变，今年幼园共款。申请的教会比毕业生搁较侪，甚至是翻倍啦。所以，咱的中会幼园嘛有提出申请，4、5间的迄个名额，但是会当请到2间，就真感谢主；请到2个毕业生来，就真感谢主。所以咱知讲，实在是传教者有欠缺，相对的，就是中级爱用，才会当带教会。有传教者来，才会当甲牧者3甲来配合做工。玉山神学院就是伫各中会拢开设迄个神学的课程来栽培中级，用安尼咧办长教会。所以大概遮个事工的分享报告，互咱知影神学院若臃肿，教会就会臃肿，信用就会坚固，神学就会徛在。所以望咱继续为着即间学校来祈祷。我想用安尼来唤起咱的做伙来关心。今仔日要用弥迦第6章的第6节到第8节这段的经节，做伙来思考上帝要求的是啥物。我讲道拢无咧做 PPT， 我的讲道无做迄个投影片因为我咧牧会，我甲我的会友讲讲道毋是专题演讲所以毋免看电视，爱看我。我拢甲我的会友安尼讲因为我看你看我咱拢袂拄久恁若无看我看荧幕看别个所在恁会拄久会友若拄久牧师嘛讲甲会拄久所以眼神交流是真要紧。每一场的讲道其实是传教者、牧者甲兄弟姊妹生命信仰的迄个互动，所以真要紧伫领受上帝的话你的领受是伫你的专心注心，当然毋是也看实力价是真要紧的牧师是咧传讲实力价所咧甲咱宣扬的福音今仔日伫即段的经节内底，我想也对咱的经验，也是讲对咱的认知，咱来思考。即个世间文明一直咧进步，文化一直咧向前行，但是宗教信仰对古早一直到即马拢未消失。是安怎宗教信仰宗教未消失啦？有当时咱咧看民间宗教感觉真热闹民间宗教的神搁咧穿迄个宋朝的衫咧穿清朝的衫甲咱即摆衫无共咱是咧拜迄个我毋讲啦一般的这神明因的迄个制度啦有当时拢真好奇迄道教哇一代几若赞搞不太清楚但是文化科技已经遮发达啦，是安怎即个宗教信仰悠然搁互人掠掉，成做信仰的心理的瓦壳。咱有思考过即个问题？宗教是安怎来？宗教信仰是安怎来？我想咧研究即个宗教的学家，甲咱讲，上古早以前，信仰是安怎来？因为人对伫迄个大自然是充满惊吓，对惊吓到敬畏。谁哪会惊吓？咱想讲
古早几万当前哦，咱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哦，毋是圣经讲，咱用迄个一般的迄个学界咧讲的哦，伫迄个文明还未开发以前，看到死呐，看到迄个地动、火山爆发，迄大自然的规律，互人会惊吓，因为人会丧失性命，因为惊吓会惊啦，所以咧。对这个就充满敬畏，迄个敬畏就是讲，这个规律是人所无的，所以一方面，迄个惊吓、敬畏、期待背后迄个无限的规律，袂来伤害咱，而且会阁成做咱的帮衬。宗教信仰就是对安尼来，所以咱常常讲，咱对上帝安那敬畏还是敬畏？讲敬畏还无够，咱对上帝爱敬畏。嘿，先惊才会畏啊！你若无惊，你袂敬畏，对无？你若无惊，无惊吓，你感觉上帝就无啥物哦？我比上帝较高吼，较大较高哦。你若无对上帝有惊的心，你就无迄个敬畏的心。所以咱只有讲敬畏，其实无够，爱对惊开始。你有惊上帝无？咱足侪人是无惊上帝，所以上帝的话吼参考就好。吼，有诶对上帝的话，圣经的话参考就好，因为你都无惊上帝。但是你若对上帝的话安尼看，你就知讲上帝通惊啦，是值得哦，迄敬畏啊！哦，咱习惯讲敬畏，哎，真正是咱爱惊吓，所以来到圣帝爱袅袅出吼。对无？迄讲袅袅出来到上帝的面头前悔改认罪，迄就是一个惊的心。吼，总是人谁若要来到伫迄个咱讲的庙也好，庙宇也好，也是讲教会来遮来找上帝，来讲找神明。人谁若要找神明，一般的宗教信仰，咱若安尼来看，就是找神明。求神明的帮衬，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求神明听你的话啦。拄着困难、环境真困难的时阵，找神明，安怎改变环境？毋是要改变咱家己，对无？大部分的宗教信仰拢是安尼。当因拄着困难的时阵，因找神明是期待神明改变环境，毋是改变家己。有当时咱的信仰嘛是安尼啊，咱咧向上帝祈祷，上帝恳求你将迄个困难、困境甲刷开，互咱的路途平坦，对无？咱会安尼祈祷。但是你若对圣经看，基督教信仰，也是讲犹太教，甚至是迄个伊斯兰教，吼讲回教一神论的宗教。甲其他的宗教无共，其他的宗教是人找神明，总是咱的宗教信仰是啥物？神明找人，上帝找人。你对一开始创世纪开始看，就是上帝咧找人。亚当夏娃食分别善恶的果子了后，味起来，上帝开始咧找伊。到后来拢是上帝主动找人，上帝主动出手，上帝主动施了拯救，互人感受到这个值得敬畏甲尊重的迄个规律。了后，上帝才讲伊的期待是啥物。所以你若看出埃及记就是安尼，上帝拯救一群人，对埃及过红海，进入西奈，拯救这个民族了后，因这群人才甲上帝三甲立约。耶和华是因的上帝，因是上帝的百姓，是因先感受到上帝的拯救，上帝带因竞选，所以咱讲竞选。上帝找人其实就是竞选。但是咱还未去经验到这个部分的时阵，咱来讲迄是我家己愿意接受这个信仰。但是信仰一步一步咧行的时阵，你回头转去看，是上帝先出手找咱，
把咱找回来，把咱拯救回来，改变咱。所以，咱的宗教信仰，上帝找人，了后爱人听伊的话。伊的话是啥物？改变咱家己，改变咱的性命，改变咱的意念，咱看代志就无共款。所以，其他宗教信仰，当咱是救生命、改变环境，无改变咱家己，咱是做生命的上帝。但是，咱的宗教信仰是咧讲，上帝找咱，了后要改变咱的性命，要提升咱的性命，提升咱的意念，互咱伫困境中也犹原看到毋茫，继续行落去。所以，因为安尼，咱就爱固定伫圣神的感动甲引带，咱固定时间来到伫圣殿，甲上帝相见面。所以你就会看到，只有犹太教、基督教，甲咱讲的回教，是固定时间一定爱到伫会堂，到伫教会，到伫敬拜的所在，伫遮参加礼拜。所以参加礼拜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要听上帝的话，这也是咱解决中，咱注重讲道，注重讲道，就是要听上帝的话。当然，天主教因是用迄个祭仪圣餐，咱看起来是一个仪式，但是对因的神学理解，这个仪式也是上帝咧讲话，所以因讲望弥撒用看的，因是用看的，咱是用听的。所以就要注意听，咱毋免用看的，听介要紧，开咱的耳孔。总是人就是遮尔那软弱，听久了后就会亚神。听讲讲道7分钟以内若无讲重点过来就魂游向外一直到讲咱三角来记倒才醒起来安尼那7分钟会当把一篇讲道篇讲好完全。这是真厉害的讲师，所以咱免形势讲，哇，这个牧师真厉害，讲道1点钟，我来讲1点钟，你若听10分钟，你就足够啊。所以咱看有的教派新的教派的牧师，定定伫讲道中都要变很多的花样。但你隔壁兄弟姊妹讲上帝听你我咧想讲是安那因拢爱安尼做，就是。唔通困啊！起来继续听上帝的话一个提醒，一个互动。无论如何，就是等来到伫咱来到上帝面头前，咱就是要注意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爱咱做啥物。这是咱做礼拜上要紧的基本精神。咱爱常常，无论是伫个人的灵修的生活，也搁等来到伫教会一个团体的敬拜，咱拢要听上帝的话。总是，如果你是从细汉就伫教会大汉，你一定做礼拜做几十档、几60档。有诶讲你有可能是道理正道理正有听过吗？我足够做礼拜我牧师诶讲道就讲我今仔日徛伫遮，我是新来。讲牧师也讲不出什么新花样了我一定听10几档呢。这本圣经，这个经节我才认识，我算看了第一摆，我就知影牧师今仔要讲啥，对无？咱有当时会有这种对心内底安尼的讲话但是，互咱来思考，咱来到教会，咱的动机是啥物？我捌做一个安尼家己。坐落来想，伫牧会的过程，也是我伫转会的服侍，去到遐尼侪教会，我甲兄弟姊妹来教会做礼拜，有可能的心态我安尼大一写起来我写10项咱来看咱是做一项我本来是要做一个表，互咱来勾选看你是做一项第一个就是来教会做礼拜无原因的就习惯动作时间到。时间到，礼拜日时间到就自然而然就会行来到教会，甚至会提早伫教会我今仔日要出门我7点半一定款好阮的会友嘛一定坐伫教会伊就真无聊到礼拜日就是来教会，所以7点半就一定坐伫遐
有当时咱来教会是习惯动作，无有啥物意念，啊，着时间到固定，啊，就是爱来教会，吼。有当时是安尼，啊，有当时吼，第二件就是啊，拄好今仔无代志啦，啊，所以吼来教会才袂无聊，吼。啊，平常时伫厝吼，咱就一个人足无聊呢。哦，啊，礼拜日来教会吼，啊，佫有安尼兄弟姊妹吼，啊，佫有冷气通好吹，吼，厝内底冷气会当较省电吼，来教会吹冷气，真舒适，佫有通好开讲，有可能这礼拜煞吼，佫有迄个高鱼点心通好食吼，啊，佫有诶教会有爱餐，啊，所以吼，拄好今仔日无代志，重点是正好今天没有事，所以我来教会。就是你伫代志的优先次序内底，教会放伫上后壁。我家己的教会嘛是有安尼，特别即马是农忙期吼，开始咧做事足无闲吼。啊，所以拢会安尼农忙期的时阵，伊就拢伫教会看袂到。哦，啊若无用一段了后吼，无代志做啊吼，哦，较闲啊吼，人讲我较闲才来教会啊吼。当我代志拢做了，我才来教会。吼，啊，有人是安尼的原因来到教会。吼，啊，我伫遮无做批判，这是我咱讲的心态啦。吼，啊，第三项吼是来享受教会礼拜的气氛。哦，所以你看咱即马的教会礼拜的设计，会愈来愈注重迄个整个礼拜对头到尾的迄个氛围吼，安尼温暖，真温暖。坐着爱舒适吼，咱的即种的椅仔吼，有诶教会是坐碰椅的吼，坐着会困去的迄种的吼，哦啊音响啦吼，啊佫有灯光音响，咱这要佫无迄个足注重迄个灯光吼，迄有诶新的教会就像吼灯光音响，进像演唱会吼，啊来参加礼拜，哇，非常的热血啊，那热噗噗吼，哇，对氛围吼，啊所以就看即间教会。领导者啦，种植牧者营造教会是啥物款的气氛来吸引人吼。最近阮教会有2对退休的人士对外面搬来到教会，搬来到玉井，哦，啊了后去几来间教会了后留伫玉井教会，啊因2个拢共同的一个就是因为感觉即间教会感觉真好。迄个感觉毋是搭做礼拜尔，佮人甲人的互动。哦，有当时咱千份人来吼，咱就哎哟，这毋捌的人吼，啊，你保持距离吼，惊有啥物传染病去互传染着安尼。吼，啊，所以来感受袂着迄个教会的温暖，人留袂掉。但是咱兄弟姊妹习惯来教会，咱会讲啊，教会真温暖，因为有咱熟悉的人，有咱熟悉的人吼，所以。来享受礼拜的迄个气氛吼，甚至有当时教会爱有一寡闹热的活动，哦，啥物节日都有，吼，像玉这教会新春礼拜了，就爱佫有联谊活动咧，吼，啊佫我就爱有一组人设计礼拜煞的迄个趣味竞赛，吼，以前佫有烘肉，佫有聚餐，哇，就是爱有迄种诶，迄个气氛真趣味。母亲节吼，啊，任何的节期拢爱去设计活动，哦，互人感受讲哇，教会真热闹吼。佫有诶是因为高不离宗来教会，哦，安那讲高不离宗，啊，我着基督徒吼，啊，所以我着爱来做礼拜，哦，我若无做礼拜，逐上帝打卡拍招呼吼，讲袂过吼，所以吼就是爱来教会坐伫遐。上帝讲我有来哦，吼，啊，所以有个人就设定哦，我今仔日来做礼拜，吼，做礼拜就是1点钟啊，若超过1点钟吼，伊就会生气。今仔日礼拜较会讲遮久，哦，牧师较会讲遮久，我设定就是1点钟，我以前牧会就是有一个会友安尼，伊嘛袂介意敬拜赞美，哦，迄10几当前的代志，伊嘛袂介意吼。敬拜赞美了，才入来坐。哦，时间到，不管迄个时阵进行到什么款的程序，有一届我嘛讲较久，讲一半尔车起来，伊人就行。我说什么代志啊？我来讲，啊，就一定伊设定的时间到啊，所以伊转去厝啊，伊一定来做礼拜啊。啊，伊要奉献，伊就交代别人讲，这我要奉献的吼，啊，伊就转去啊。好。
来打卡的啦吼，感觉安尼较袂对不起上帝吼，较袂互上帝讲尻川吼。啊，有诶是因为我著被安排爱服侍吼，我今仔日著爱招待吼，啊，我今仔日著是爱书会啦，爱弹琴啦，啊，所以我著来教会。所以我嘛看到有诶教会是，比如讲是少年人因带敬拜赞美吼，啊，咱诶敬拜俄乐是排伫顶是正式听书诶头前吼。阮教会无，阮是第一首圣诗就是敬拜赞美，所以阮是对奏乐宣调敬拜赞美祈祷启应，阮是安尼排啦。伊是礼拜一部分吼。啊，所以若是讲排伫礼拜的头前，有诶就我著服侍了啊吼，啊著走啊，交代会过啊，我事奉结束啊就离开啊，哦，有诶是因为伫安排着服侍。才来教会服侍了后，伊就离开。啊，当然有诶人是来重点是来交易诶啦，吼，来找朋友开讲诶。啊，有诶是讲啊，著爱陪同吼，啊，著老母吼、爸母是真虔诚诶基督徒，一定爱做礼拜。啊，做囝儿诶吼，啊，著爱陪同吼，安尼为着陪同时代来做礼拜，但是家己无一定用心伫礼拜内底，吼，还是讲。即摆拢请迄个外劳吼，啊，阮教会做礼拜就有两个是轮椅来的，啊后壁拢一定有照顾的人吼。我嘛会真注意讲，因兜有认真做礼拜，所以有当时我就会甲因拍招呼吼，啊，因为我讲到有当时拢会点名，啊，就去点着遐跟他对话一下安尼吼。嘿，但是重点是咱当时因为爱陪同，所以国不将来教会做礼拜。啊，头前讲的好亲像看起来拢是较负面啦，哦，但是后壁确实有个人就是一礼拜有一天的时间会当来遮感谢上帝，阿罗上帝，嘛是将咱的苦痛、咱的需要、咱的帮助摆咧伫上帝下面头前。咱来到伫即个所在要追求上帝话语，诚做咱生命的引带帮助来求叫上帝的名。我相信咱嘛有即种的心。就有当时你无有即种的心，但是有可能你听到一句话，讲道中的一句话、一段话，好亲像一个光照着你的心，也是讲一支针，甲你刺插着你的心，互你会得到提醒、得到帮助。无论如何，你是啥物款的动机，今仔日行入教会坐伫遮的所在，咱知影上帝伫遮，是圣神引带咱。坐伫即个所在，上帝要用伊的方式甲你讲话，所以咱伫遮亲近主听主的声，亲近主听主的声。所以参加礼拜亲近上帝，一方面当然是满足咱人的需要，亲像咱讲的人找生命，但是更较要紧是上帝咧找咱。圣神引带上帝找咱坐伫即个所在了，上帝要咱讲话，要你讲话。上帝有期待，上帝有要求，咱就爱注意听。所以每一场的礼拜，拢有上帝要咱所讲的话。上帝要咱所讲的话，对每一个人拢无共款。咱毋知上帝要你我讲啥物话，甚至牧师徛伫即个所在，我嘛毋知影通过今仔日即篇讲道片。所准备的上帝要你讲啥物？或者只有忠实伫即个信息的传讲，总是圣神的感动，伫咱每一个人会无共款。路加福音12章29节到31节，耶稣嘛安尼教导，讲恁无得求要食啥物，要啉啥物，也无得烦心、烦恼的心啊。因为这个拢是世间的外邦人所求的，恁的爸也知，这个是恁欠用的。所以今仔日恁若是带着需要来到这个所在，你还未开嘴以前，上帝拢已经知，上帝拢已经知。耶稣讲，独独恁着求伊的国，就这的物要散互恁。马太福音佮加一句话，独独恁着求伊的国，你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啊，国甲义，迄个义就是上帝看做好爱咱行的道路。所以要紧的是，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顶面，
咱所需要的上帝就已经看清楚，也为着咱来备办。所以要紧是咱来到这，咱要听上帝爱咱行，爱咱做。当然，来到教会，亲像来见一个真要紧的人，生命中要紧的人，亲像咱平常时咱的习惯同款，咱拢会炸礼物，哦，对无？咱要拜访一个朋友，咱拢会炸礼物，吼，即样就爱讲咧。如果你要拜访的迄个人是你熟悉的人，你知影伊介意啥物？安尼你要去以前你所准备的，你会去想着讲伊所介意的，伊就爱啉茶，我就去款茶米，伊拢是啉啥物茶，我就去准备啥物茶，对无？咱会安尼嘛，所以常常其实目前嘛拢会收到礼物，对礼物内底，我就知影讲我甲伊的关系是安怎我是较爱啉咖啡的，所以就若送咖啡豆仔来，送啥物款的咖啡豆仔，我就知影我甲伊的关系是安怎。咱哪有想到，咱甲上帝有当时上帝嘛用这个角度，对无？咱的换位思考嘛，换一个角度来想啦。咱今日来到教会，咱要感谢上帝，咱爱先想着讲上帝爱啥物。如果你准备物件就凊彩就你讲有当时讲圣诞节爱抹迄个抹彩品，就厝内底无咧用的物件款出来安尼做迄个抹彩品。今仔日我要去找一个人送礼就厝内底人送的一项我拢无食可能用要过期较紧摕出来去送别人。如果你送的礼物只是意思尔安尼就无意思啊。这句话咱听有，真趣味一句话意思随便就好意思安尼，这个行为就真无意思啊。咱对上帝，咱所带的礼物，若是凊彩，意思，上帝也说这个太没有意思了。咱好好来思考，伫人甲人的人际关系，咱就遮尔注重迄个礼物，咱甲上帝之间呢。所以咱就会看到讲，伫摩西律法内底，摩西律法先当因甲上帝建立关系了后，线只后壁，你讲上帝伊爱啥物祭，对无？有五大祭，咱拄则嘛有读到烧祭、素祭、平安祭，若犯罪时阵有赎罪祭。要有过世的时阵的迄个献祭，谁有遮尔济的祭，而且佫定甲遮尔幼，因为要得到上帝的欢喜。因毋知影因甲上帝拄入用尔，因毋知影上帝爱啥物，所以上帝通过摩西甲因讲，恁着爱安怎准备。这是因为因领受上帝的救恩了后，因所准备的遮个祭，这是对上帝的感谢，毋是甲上帝交换，毋是甲上帝。咱来看旧约的祭，毋是咧甲上帝交换，是出于感谢，也是悔改认罪，得到赎罪了后的感谢。但是到耶稣的时代，就一定变质去啊，小可用交换的性质，所以耶稣的教导就是要掠转来到伫献祭原本的精神。当然来到教会依然是同款。顶一站，因为我的丈母是住伫花莲久我才会去花莲一届所以就甲牧师娘就丈母嘛渐渐年老渐渐年老。当阮久要转去看的时阵，本来要坐火车，到尾感觉讲坐火车载无啥物物件啦。所以虽然路途遥远，坐火车较快我，总是我犹原是开车，是安怎？要款物件对无？就是要款物件嘛，要来想讲我的丈母因需要啥物，所以我会款因所需要的。以前伫了少年的时阵，袂晓去想这，
但是即马就知影已经年老，所以咧去大卖场吼，阮买啥买菜、买鱼、买肉，其实吼，伫花莲这个所在就有通好买啊。我想就爱对台南买，一个心意，就是一个心意嘛。佮因为因年老，所以吼，迄养生食品佮买一堆啊。今日因就爱出去买，真麻烦。即马有迄个随身包的麦片啊，啥物的吼，就个无糖的五谷粉拢买足济，互因随时就会当食，因为知影因的需要，甚至佮甲因问你需要啥物，阮就款落好，我感觉这就好亲像咱当然毋是上帝需要咱大于供奉啦毋是是咱出伫感谢，出伫敬拜，咱爱清楚知影咱的主欢喜啥物礼物。我铺陈遮尔济，其实就是咧讲今仔日的经文。伫头前，咱所读的经文头前有讲千千食的羊啦，万万食的啥物啦，油老亲像客，迄就是伫耶稣伫迄个先知迄个时代，因一定把古用遐个限制一直在提升，一直在升华，一直在咧讲加料加足济，但是你增加遮尔济。上帝讲我无爱，上帝的荣光不需要我们锦上添花。上帝爱是你的心意，以及你当有体贴着上帝的心。特别伫迄个先知所徛起的迄个时代，上帝所爱的一定毋是遐个物件，是迄个社会无公义、无怜悯、无疼叹、无照上帝的心意咧行的时阵。这限制，拢毋是上帝所意爱。遐个罪孽比真做是期待上帝改变环境，无改变因的心。但是这原本的限制，就是家己改变了后，向上帝表达感谢。但咱伫教会，咱的奉献点是安尼，要甲上帝交换吗？或是？因为咱有转变，咱有领受上帝恩典，所以咱献上感谢。最后，上帝讲，伊所喜爱的礼物，喜爱的礼物是啥物？咱拄则所读的最后一节，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三角行。公义、怜悯，迄就是上帝的属性。上帝就是公义的上帝，疼痛的上帝，圣洁的上帝。上帝爱伊的百姓，嘛爱有即种的性质。这个礼物就是伫咱的生命中。当然，人咧讲安尼，咱就免来教会奉献。我讲，诚做一个传教者。到伫好会开好会的时阵，我嘛会真注意。未开以前，讲咧照教，其实嘛咧看规年度经常费到底是偌济，迄个安尼支出是偌济，甚至会掀去后壁会友个人的这奉献的这个总计，我嘛会去显一下。对啊，咱嘛是会对迄个数字来看，甚至我会我家己10当来教会收入。是进步也是倒退，兄弟姊妹的奉献是进步也是倒退，我嘛会去注意。我毋知咱开好会，当咱摕到好会手册的时阵，咱看啥物？咱先看啥物？来问大家，咱爱真诚实伫上帝的面头前，咱诚实摕到好会手册，咱先看啥物？看啥物人的奉献？看教会总收入来咧，总支出，安尼佫有关心教会我是先看家己的，安尼话讲，这记毋对我奉献应该佫较济暂时有漏交去所以咱后壁有征信就是看咱的奉献当有漏交去。所以咧开好会的时阵，请问来到台顶报告，咱较注意听是听啥物？迄开始重点因为迄议案就是责任嘛咱的议案第一案就是去年收入支出的责任，第二案就是今年预算的责任。
我甲我的兄弟姊妹讲哦，咱开好会吼，请咱用奉献的心、感谢上帝的心来开好会，安尼吼会较袂冤家吼。所以吼，咱爱注意听，旧年咱有做啥物事工，今年咱按算要做啥物事工，咱将旧年所做的事工，诚做礼物献伫上帝的面头前。所以咱爱注意听讲小会、中级会会报告，但是有当时中会甲迄个小会甲中级会会报告，拢讲收钱啦，嘛是甲钱有关系。好，咱足习惯咧注重迄个钱，当然钱的背后是事工啦，因为咱有事工，所以有开钱啦，所以咱会注意讲钱当有黑白开啊。迄嘛是咱关心事工吼，我毋是讲关心钱毋对哦，咱嘛有关心事工吼，有一定有吼。但是咱搁较注重的，咱做啥物事，咱感谢上帝。但是咱无够遐的所在，求上帝帮助。所以咱爱将今年度的事工，搁放伫咱的祈祷中，求上帝帮助咱。伫今年好会了后，引带咱通过这事工，咱谦卑甲上帝三较同行。这段的经节，我感觉上好应用伫咱怎样咧看待咱召开好会以及咱所有的事工。当然，咱的奉献就是参与伫遮的事工，但是咱也将家己、咱个人的生活、咱个人的参与、教会的事奉，就是一个礼物，上帝所喜爱的礼物。亲像保罗到伫罗马书的时阵，罗马书12章第1节，爱将家己当作是活活的祭。那个都是一贯的哈，对旧约一直到耶稣先知所讲的，耶稣所讲的，到伫保罗所讲的，拢咧甲咱提起一点，上帝所喜爱，就是咱的生命，毋是安尼献祭台是安尼，无是咱用活活的每一工拢诚做礼物。了后，等咱礼拜日来到教会的面头前，将咱过去一礼拜咱所做的代志，献伫上帝的面头前，这就是上好的礼物。就是最好的礼物。愿咱伫这段的经节，搁一届常常来检视咱家己，当有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当咱对上帝的话愈深的认捌，咱就知影上帝喜爱咱行的道路，公义、怜悯、圣洁，这个上帝的属性，也要伫咱的生活中。通过咱人甲人的互动，人甲人甲上帝的听的分享，咱就会当做咱要讲的好的见证、好的传福音、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甲上帝三较同行。咱做伙来祈祷。愿咱的主感谢你，互阮伫今仔礼拜中，通过先知对当时的人的提醒，也对阮即时有好的提醒。愿阮每一届来到伫教会，阮耳孔所听的，就是上帝爱阮行人生的道路，通倒转去到伫每一工生活，照着主所欢喜的，谦卑阮家己，互阮会当行伫主所喜爱的道路。阮安尼会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要来唱回应圣诗，新圣诗191首。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请起立。
咱即时要来举行今仔日的奉献。谢起立。咱来做伙念宣告祈祷文。我相信，万你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主权，因此我愿意对你所得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主通过我拜谈基督徒的奉献，操练我的内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大件丰收的种子。我相信，奉献是一个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祝福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谢谢。咱即时要来看今仔日的消息报告。本书呢是为着这个玉山神学院咱这个奉献的主日感谢药井教会蔡牧师来本会来证道请安报告。请兄姐为着药山新学院来代祷奉献。本主日会使时11:30要召开第2摆的中职会，请中职同工准时参加。这个亲子音乐体验营是伫这个7月4号拜六下晡的2点半到4点半，地点伫东桥里的活动中心内容有这个非洲鼓、甲乌克丽丽、多肉植物的这个手作指导老师是这个周桂英老师甲肖秀珍长老对象是升小二的这个国小的小朋友甲小六费用是一组200块包括家长甲这个囡仔一位。台南中会中职联谊会6月14号礼拜下晡2点甲5点举办着本年度第2摆的致理会，主题是福音中心的医治主讲是池怡凡牧师，地点伫安顺教会6月初1要报名一个早市咱即时要来纪念着这个本周的金句。
人啊，你万事相喜好，也爱相相，都爱你行公义，心存灵敏，人你别以上帝甲行。世人啊，耶和华你指示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章8节。这是要做伙来讲道为了咱教会这个兄弟这个属灵的活命，甲同工服侍，甲咱遮有这少年是儿童以及着教会的这需要捐款，以及着这软弱的需要传福音的部分事工请兄弟做伙来为着遮的这讲道事项来祈祷，做伙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因为因所愿，主啊，因所愿。以爱甲阮三角起来的上帝，阮感谢你，藉着蔡牧师的分享，阮会当知影你以爱是啥物，阮会当活出啥物好的款式甲品格来成做一个军队耶稣的基督徒，来祝福着教会祝福着这事工需要，以及着咱的兄弟好朋友厝边，以及着咱关怀带倒的人，嘛为着咱这片土地的百姓来祈祷，互更加侪人来明白真理。阮安尼祈祷，诚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邀请肖长老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今仔看有蔡牧师我想讲，你敢是编报做的啦？今仔衫敢是迄希拉雅？因教会制服咱的牧师伊是中会的书记，我也跟2天后变迄个议长一定的一定议长一定是伊来我看蔡牧师伊有一个足好的同工，这个同工对音乐运势非常的好，你敢知影啥？牧师娘牧师娘是因教会指挥安尼啊，感谢主可受造就伊伫带福通个这方面足活带迄个热力十足佫会晓跳舞呢牧师娘是啥物做的？比较少听到赛的所以拄则牧师有咧讲伊伫花莲牧会活动是安尼熟悉安尼社工嘿所以一个牧者真正有一个牧师娘后壁咧甲伊推咧落斗相共，这个同心同工是非常的重要，夫妻嘛相共伫服侍当中较袂有迄个小摩擦真感谢主因为阮伫中会开会定拄着真感谢你今日因为牧师娘伊本来是咧徛倒摆来啦伊就正要徛倒摆来啦，我讲阮有停车场，你会当开车来
看迄个第3点吼，啊，即个亲子营，咱即马无主日学，我想咱教爱有活动，你有活动，才有活力，有咧出力。所以，阮即摆讨论了吼，阮的目标是迄个体验营是30个啦，30个囡仔，迄只甘家长可能60个嘛吼，我们30周嘛吼。啊，所以这段时间我有去看迄个东桥的迄个里长吼，我讲啊，阮这吼咧办活动吼，可能和阮协会个无共，协会的租金是1个小时800块，800块啦吼，讲。阮这无偌济人呢，其实我算那袂少人呢，60个人吼，甲志工入面可能要70个这样子吼。我本来讲我才20位尔啦，伊讲无要紧啦，1点钟400安尼啦吼。啊，毋过爱甲囥迄个协办单位吼，甲伊的名爱落去，我讲这无问题，因为咱若囥伊的名，佮伊协办吼，伊会甲咱做倒宣传啦，所以这拢是无问题吼。啊，所以咱会当。伫咱的厝边隔壁吼，也是咱有熟悉有囡仔吼，2年级到6年级拢会当甲这个信息传给他吼，咱有信心哈，30组哈，30组变甲家长变60个人吼，好啊，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啊，参与人的手做的工吼，诚对芳芳的做吼。啊，伫第4点，咱若有时间吼，咱会当来报名，这无咧分你是中级。咱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做来参与来做造就吼，因为像这种的事工吼，中会爱花很多迄个资源吼来做这个事工，无论人也是讲钱在这方面拢有足大的资源吼，啊，所以咱袂使浪费，咱该利用吼。好，我报告到这。啊，搁一点吼，因为迄个项目师伊今仔嘛是教我讲台，所以伊伫迄个。演方到倒来，伊讲今仔会迟到，所以咱12点、12点开迄个中级会，我报告到这，谢谢。谢谢校长的补充报告吼。啊，咱兄弟若有一寡这个奉献的部分，若有一寡较疑问的吼，嘛会当会计部来了解吼。啊。咱下面要来唱新生诗391首《鹅乐天顶主宰》，请起立。请牧师祝祷。来，咱属主的囝儿做伙来领受上帝对天顶所要饼落的恩典。但愿特别上帝的恩典慈悲，通过圣子耶稣伫十字架顶留伊的保护来掠看甲洗清咱的罪过，佮找圣神伫每一天扶持帮赞甲引带，互咱日日过着得胜甲充满上帝疼的日子，通有咱为主做见证，直到主过来日。阿门。对。